基本法確立了香港實行哪個重要嘅基本國策？答對。下一題，香港特區管轄危害國家安全法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嘅訴訟程序事宜，適用於什麼法律？香港國安法和其他香港本地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答對。下一題，港鐵東鐵線頭等車廂違例附加費是多少元？答對。下一題，除咗公職人員，防止賄賂條例也涵蓋什麼機構嘅貪污罪行？答對。下一題，日本喺邊一年邊一月邊一日宣布同意導航結束香港嘅戰時期1945年嘅8月10號。答對。下一題，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是什麼名字？答對。下一題，邊一個係中國最大嘅湖？答對。下一題，資訊題，跑馬地在成為馬場之前，原本嘅舊稱是什麼？黃泥坑。答錯，答案係黃泥涌。下一題，資訊題，渠務署引進嘅河道稱於機械人叫什麼？答對。下一題，資訊題，2023年國際公共交通聯會 UITE 峰會由香港邊一個機構成功申辦？答案係港鐵。好，暫時而家領先話你得分係340分。跟住呢個問題啦，我哋請大埔舊區公立學校幫佢揀順豐有 A、C、D。公司嘅好啦，應該都知我哋話聽咗你喎。第一題，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保持哪個體制不變？答對。下一題，香港國安法中關於截取及秘密監察嘅授權申請，須經誰嘅批准？答對。下一題，港鐵乘客在有閘後多少分鐘內需完成車？150分鐘。答對。下一題，廉政公署一直以三管齊下嘅管理嘅策略打擊貪污，所指嘅係邊3種嘅策略？答對。下一題，公務員因公殉職後保榮9萬。答對。下一題，中國首國產航空母艦叫什麼名字？答錯，第3宗啦。下一題，中國邊一個客峰係世界最大嘅客峰？答案係馬魯藏布江大峽谷。下一題，資訊題，馬灣大街上嘅天后祖廟，相傳曾是哪位著名海盜嘅哨架？答對。下一題，資訊題，香港目前共有多少部排水機械人？6個。答對。下一題，資訊題，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嘅消息，今年將會進行多少次貨運飛船補給任務？答對。好，全部答晒啦。好，書科中小學嘅得分暫時係280分嘅。跟住部門覺得我哋請學現場嘅啲學校咧，因為大上都比較 A 同埋 B 嘅。做到 B， 咁啊，保護或者管理學。第一題，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實行哪種法律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有錯，應該係現有嘅法律制度。第二題，香港國安法規定香港特區行政立法部哪一個機關當依法執行憲法？答案係司法機關。第三題，父母必須在嬰兒出生後多少天內向申請註冊處申報有關嘅資料？40。答錯，都係45天內嘅。下一題，廉署在處理舉報時，哪種原則是必須嚴格遵守嘅？答案係冇啊。下一題，反映香港股市投入
指標叫做在這裡是答對。下一題，中國第一艘全自然採用電磁彈射系統嘅航空母艦叫什麼名字？預約嗰度啦，就係答案係福建艦。下一題，中國邊一個盆地係地勢最高嘅盆地？答對。下一題，資訊題，馬騮呢一個名是源於對哪一位神明嘅民間信仰？好咯，答對。下一題，資訊題，國產機械人最高能夠喺就攝氏多少度嘅溫度？答對。下一題，資訊題，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嘅消息，今年將會進行多少次載人飛行任務？係啊，好，答案係2次嘅。講真數好，老師答案而家嘅得分係140分嘅。呢個中學咧，我估咗啦，你嘅題目咧，佢係非常嘅。咁咧，我哋譬如咯，好啦，第一題，基本法嘅制定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哪部法律？錯，因為憲法。第二題，香港國安法共有多少章？答對。下一題，兒童可隨時由父母或其監護人向出生註冊處更改名字，但在未滿多少歲前不可改姓氏。答對。下一題，廉政公署轄下的哪一個部門為世界各地嘅反黑人員和本地公司營界別舉辦專業培訓？答案係香港國際行政學院。下一題，邊一個行業係香港戰後經濟復甦嘅主要動力之一？答對。下一題，中國是第幾個把飛行人員屬入兩嘅國家？答對。下一題，請説出中國最大嘅淡水湖名稱。答案係鄱陽湖。下一題，資訊題，英國人來到之前考察第一屆原來是什麼地貌？答案係沼澤地。下一題，資訊題，能短時間內解決水質問題嘅國產排水機械人叫什麼名字？答案係龍吸水。下一題，資訊題，本港邊一個項目嘅用電需求增長顯著，目前已佔全港總用電量嘅逾6%。頂60啊！你話？答案係數據中心。好，以上都答完啦。有時得分係80分。小學你可唔可以咁我經常講。